是精华和重点。所以可能你现在有这样的困扰，或是以后你才会面对得到，但是这些原则是值得我们再看一次、第二次或第三次。而这是我们，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倾听的技巧，就是同意。同意呢，代表就是对方所说的，这是一种有特别能力的倾听技巧。同意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我们的坚持，而是在表示在我们不同意的观点之前，先确认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是真的，跟他做好一个区分。要同意别人指出我们的不对是很不容易，但是很重要。所以怎么样别人指出我们不对的时候呢，就是要聆听事实的真相。你们有抄到了吗？要聆听事实的真相，不要一昧的自我防卫，去怪别人。好，在那些意见不合之处，而是要真正同意，是要用感恩的心，认真面对对方所提我们的过错。如此呢，若是真的，我们就悔改；若不是呢，我们至少感谢我们没有犯那样的错。所以诗篇这样说：我任凭一人击打，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闪躲，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所以，当我们在同意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依靠，我们心里面有信心，我们也愿意，所以我们可以接受指正，可以接受不一样的意见。所以箴言15章说：听从生命责备的，常在智慧人中。当我们能够在具体的事上去同意对方的时候，并且承认我们的过错，会避免造成误会，而且我们虚心承认自己错的时候，对方也会跟着愿意来道歉。这礼拜我的儿子女儿在吵架，其实不是只有这礼拜，是他们几乎每一天都会吵架。当他们在吵的时候，这个哥哥他好不容易自己画了一本小书，哇，画了一本小书，而且还把它拆了好几页，然后加起来说一本书。他妹妹看得很开心，就是啪就给他拿来，然后呢啪啪就把它里面的页数就弄乱了。弄乱之后呢，这哥哥就很生气，他要爆炸。所以爸爸在旁边看到了，马上要赶快制止火山的爆发，所以就跟他说：妹妹，你是不是很喜欢哥哥的书？他说：对。那你觉得哥哥画的画是不是很棒？他说：对。那你喜不喜欢哥哥的书？喜欢。这时候他哥哥在旁边都还没有讲话，可是呢，他听他的妹妹这样讲的时候呢，好，他就这样气就马上消了一半。那妹妹，你把哥哥的书弄乱，你要不要跟他说对不起？好，哥哥对不起。然后呢，这哥哥说没关系，然后又继续又没事了。好，这个火山就平息了。我们要常常学习这样的技巧，特别在你当爸爸妈妈之后，而且你又生了2个小孩。好，但是呢，这样的练习呢，会帮助我们去面对纠纷，去处理，及时的去处理。如果爸爸妈妈不处理，他们就开始吵起来，就开始大吼大叫，甚至还动手动脚。这样所造成的伤害，其实是早就可以再早先一步来避免。所以这是我们学习很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要学习倾听，快快的听。第一个是以福音为中心，第二是要快快的听，而第三个是我们今天重点中的重点，属天的智慧。我们一起说属天的智慧。为什么说它是重点中的重点呢？因为它有16个重点。好，所以我们现在要非常快速的来把这16个重点来看完和学习。我们要有属天的智慧呢，你要去解决问题，你必须要有智慧。好像刚刚我所讲的例子，这些例子都可能随时发生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班级，在你的办公室，可能说旁边就有人在你的身边就要打起来，要吵起来。但是你怎么样能够有智慧去避免呢？我相信这是要属天的。德国有个诗人叫做歌德，有听过吗？歌德他那个时代呢，他遇到一个评论家，这评论家也很瞧不起歌德，而且他很喜欢自吹自擂，所以呢，他常常找刁难这个歌德。有一次他们2个刚好走到一个公园，这公园的路越走越小，走到后面呢，只能1个人过的路，所以这个评论家很臭屁的评论家呢，就说：我从来不让路给蠢蛋。这时候歌德，你是歌德，你要怎么办？歌德说：我正好相反，然后他就自己闪到一边。我正好相反，他就自己闪开，意思就是说，我从来都是让路给这个蠢蛋去走。所以我们可以发现，面对冲突的时候，当你有智慧，你能够去化解尴尬，而且去避免冲突。所以最后这个评论家他自己修录到他自己。我们有16种的有智慧，我们今天把它列出来。这本书很厉害，把它列出来，16种有智慧的沟通技巧和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得到属天的智慧。第一个就是要经历神的恩典。
经历神的恩典，就是我们要自己被神的恩典充满，才能够让别人感受到。所以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神的恩典，你怎么去告诉人家说，哇，神信上帝有多好呢？好，今天早上祷告会的时候，听到一个弟兄分享，他在信主以前，他找了好多的神，所以呢，他的拜到最后呢，妻离子散，孩子女儿也不要他，就远走高飞。后来他信主了，信主之后呢，他很想念他的女儿，可是已经失去联络，不晓得他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就在有一次，他出差去新加坡，就在新加坡的机场的候机的时候，他就坐下来，就对面走过来就是他的女儿。就是在他面前出现，他们完全没有事先没有约好，而且他女儿也不知道他老爸会在这个地方，所以上帝就安排他们不是在台湾，而是在新加坡，在新加坡又在机场，又在同一个候机室，又在同一排的椅子上。你能够不相信这是上帝的带领吗？你还是说哇，这是巧合？你知道这巧合要巧到几百或是几千万分之一才能够这么样的巧合，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让后来这对父亲和女儿他们能够碰面，而父亲也马上把握机会，就跟女儿一起吃饭，然后跟她说他已经信了耶稣，所以开始要渐渐来把这福音传给他的女儿。所以唯有我们去经历那恩典的时候，才能够让别人感受到。经历恩典就是透过读经、祷告、参加聚会、参加周六礼拜、参加音乐季、参加福音餐会，这些都可以经历神的恩典。阿们吗？第二个，要有公正和爱心的判断。我们的态度会通常比我们实际说话更有影响力。你可以说的噼里啪啦天花乱坠，但是你的态度很不诚恳，你所说的都会打折扣。但是你可能我真还蛮恭维，但是我真实在。好，有没有听过这个广告？好，还蛮恭维，但是你的态度很诚恳、很实在，你可以去得到人。而且当你去得到人的时候，才能够带来公正、有爱心的判断。所以，当我们用神的公正、有爱心谈论的时候，我们会去证明对方最好的一面。好，并且神也希望我们用正面的解释，胜于负面的解释，不要太早下定论，而且要先找出真理。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第6节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我们不是讨厌那些不义的事情，而是我们更喜欢追求真理的事情。当然，我们讨厌，我们会不舒服，我们会不喜欢，但是为了真理，我可以暂时放下这些不舒服、不喜欢的事情。有一对刚刚结婚的夫妻，哇，他们去度蜜月，好像许淑伟一样，跟陈怡慧，他们今天也刚刚结婚，而且把我们很多人带去一起捧场。但是呢，我们也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快要去度蜜月。但是这对夫妻呢，不是许淑伟，也不是陈怡慧，因为他们去到这个旅馆之后，度假旅馆之后，哇，好累，然后把行李放下来，然后他安静下来的时候，怎么听到这个旅馆里面，他们花这么多钱的旅馆，怎么一个噪音的声音呢？哇，他们觉得在他们新婚之夜来度蜜月，听到这个声音是很不舒服，所以他们就很生气。我们花这么多钱，不是来受这个搅扰的，所以就打电话给柜台说：“你们这个房间有吵杂声，可不可以换一间？”好，他说：“不会啊，不会。”他说：“真的有啊。”就很生气。后来呢，这柜台就帮他换了一间。就他换了一间之后，进去之后，等他们换完安静下来之后，就听到的声音，哇，他就很气，说怎么搞的？好，换了2间都这样，所以呢，说他就再打去，好，叫你们经理来，你自己来听，为什么房间是这样子的？最后呢，这个经理和这个饭店的工作人员在那边开始找这的声音的时候，发现这个的声音是来自于他们的行李里面的电动牙刷并没有关的震动的声音，所以他们的态度一开始就没有非常和好的时候，到最后反而让他们自己觉得非常的难堪。有时候我们在看事情，你听到很多的杂声，在你的耳朵旁边。你们班上在听到电视上的这个谈话性的节目，在那边发出杂音的时候，你能不能让自己真的安静下来，去找出问题的原因，要有公正的判断。第3个，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因为神要我们彼此出于爱说诚实话。以弗所书4章15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就是在讲彼此讲这个爱的真谛，就是告诉我们。凡事要用爱当作出发点，而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1到7节的，我们要求神2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求神把这个爱心、这个 love、这个 agape 赐给我们。第二个要跟神求就是这个 the power of love， 爱的能力。两件事情哦，第一个你求爱心，就是让我明白爱，哇，知道什么叫做爱。你没有先被爱过，你永远不会去爱人。再讲一次，你没有先被爱过，你永远不会去爱人。你可能会说，哎，我很爱他，但是你没有被爱过的时候，你给对方的爱是偏差的，不是真正的爱。唯有当你被神的爱、完全的爱所爱过、触摸，你才能够真的用神的爱去回应。所以第二个要求神爱去爱人的人的这个能力。好，所以腓立比书就说，当你有这个爱的能力的时候，你就不会贪图虚浮的荣耀，你只会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且不会只顾自己的事情，还要去顾别人的事情。就是你有去爱人的能力，你自己挑水挑得很辛苦，但是你还是愿意问对方，哎，你挑水会不会很辛苦？要不要我帮助你？不会只是看到自己的辛苦，因为你有一个爱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所以用爱心说实话，就是我们必须要用坚决、直言不讳的态度。我们最好先采取温和的方式，再用强硬的态度。你宁愿先柔软，后面再刚强。你不要一开始就刚强强硬。好，你没有你的说的虽然是诚实话，但是却没有带着爱心。所以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是你要先把爱心拿出来，才把实话说出来。你把实话说出来，你的爱心一点都没有拿出来，那是错的，不合乎圣经。所以要学习。第四个，要彼此平等的地位。在和对方你要和对方去沟通的时候，去温柔挽回，去纠正对方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说我对你错，我高你低，我聪明你笨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十字架面前，我们都是一样软弱，一样平等，都需要耶稣的拯救。第五个，我们要帮助对方检视内心的欲望。很多的时候，冲突是从心中的偶像欲望变成偶像。还记得那偶像形成4个步骤吗？第一个，我想要；第二个，我一定要；第三个，我得不到我就论断；第四个，我得不到我论断，我骂完之后我就去伤害。最后这个事情就是你心中的 idol 变成你的偶像，它会支配你，而且呢会控制着你。所以我们要去检视，在我们心中是不是有这些偶像，要把它显露出来，要把这些偶像弃绝掉。我真的一定要吗？有这么严重吗？好，有真的非要不可吗？当我们能够把这些偶像显露出来的时候，圣经说，神儿子来就是要显露出魔鬼的作为。你知道，偶像是不容易被看见的，庙里面那些偶像是很容易被看见，但是在背后的是不容易看见的，心中的偶像是不容易看见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公义的护心镜，能够把这个偶像照出来。所以，除非你具体的把它承认讲出来，否则对方永远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所以要怎么样去承认出来，就是要谦卑描述我们怎么去发现自己心中的偶像，并且承认它怎么样导致冲突或犯罪，这是最好的方式。你可以和对方分享，如果你要帮助对方，你虽然跟他讲你心中是有这些偶像，有这些罪恶，但是他不一定会接受。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之后，通常能够去帮助对方。所以为什么要常常讲见证、分享见证、听见证，是为了能够去得着人。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够确定告诉他心里在想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一些看见的问题，透过例子，或是透过教导，或是透过见证，来鼓励他去检视自己的内心，好能够脱离这个偶像的控制。第六，要选择适当的时间地点。选择适当时间地点很重要，因为能够带来安全感。如果没有好的话，会被干扰。第七，尽可能的当面谈，当面比在电话写信更有效。表情的肢体语言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对方的争议和回应，所以让我们可以避免做出不正确的假设而冒犯了对方。透过写信、透过电话或是 email 先联络好见面的时间是 OK 的。你可以写信给他，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当面谈，但是你可以先用写信约时间来见面，这是一个永远这个不二法则，好，永远有效。你有时候你可能直接谈的时候会太快太直接，你可以先用信把你们要约的时间地点，好，也让对方能够预备心。因为你知道刚上一点就是时间地点是非常重要，所以你写信邀约之后是能够帮助在彼此之间好
能够更充分的谈。所以写信